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25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25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消失的第25天。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穆吉塔巴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或许是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吓坏了特朗普，当然了，也可能这个特朗普他周六突然对伊朗进行最后通牒，他不想再忍耐了，要求伊朗必须在48小时之内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保证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否则就要炸伊朗最大的发电厂，把伊朗的发电厂全部炸完。结果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回怼，打嘴仗是不能输的，所以说你要炸我的最大的电厂，我就炸以色列所有的电厂，我就炸中东什么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各种民用基础设施，大家都别过了。结果你看双方斗嘴，这资本市场受不了，一顿暴跌。昨天这个胡适的走势，这个跌法大家都领略了，领教了他的厉害。石油价格飙升，或许是特朗普受到了这个刺激啊，所以特朗普一反常态，在这个48小时快要到的时候，他突然说单方面决定推迟5天，也就这5天不再去炸他的电厂。有很多人说是特朗普停火，这不是停火，特朗普的意思是推迟5天炸他的电厂，但是日常的轰炸那是继续进行，不耽误。所以我们今天先聊一聊这个特朗普到底说了些啥。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上不停的发这个动态，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又一套说法，在什么论坛上面还有一套说法都不太一样。首先这个特朗普星期一就是3月23号在他的那个真相社交上面发文称，他说过去2天与伊朗进行了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美伊本周还将继续对话，为此美国决定推迟对伊朗发电厂的打击行动。他的原文这么说的，他说我很高兴的报告，在过去2天里，美国与伊朗就全面彻底解决我们在中东地区的敌对状态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基于这些深入、细致且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基调与氛围，他说这些对话将持续整周，也就是接下来一直还有对话。我已指示国防部推迟针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所有军事打击行动，那导弹发射车，那什么地下的导弹城、核设施，那还是要炸的，为期5天。具体取决于正在进行的会谈与讨论能否取得成功。感谢各位对此事的关注。特朗普一宣布以后，当天资本市场就有反应。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美元，跌幅是 10%。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2.25 美元，跌幅为 11%， 每桶 99.94 美元，就跌破了100美元。这是在真相社交上面的他发的帖子。后来记者采访呢，在这个机场，特朗普也对媒体说，他说美方同伊朗领导层进行了对话，我们正在与一名我们认为是最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话。特朗普说，对话就发生在昨天，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美方参与对话的是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这个现在可以看出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那就是特朗普的哼哈二将啊，全球到处飞，既出现在俄罗斯协调这个俄乌战争，又出现在中东协调以色列、伊朗、美国，可以说叫库什纳、维特科夫很忙。特朗普说，如果这对话顺利，这将会结束冲突。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伊朗的那些高管都被你炸死了，你跟谁谈呢？是不是最高领袖？特朗普说不是。特朗普还说，美国、伊朗23日可能通过电话进行对话，如果达成协议，这将对伊朗和整个地区是个伟大的开始。特朗普还说，美方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甚至连伊朗接近核武器的迹象都不希望看到，也希望伊朗在导弹方面保持克制。那记者就问他，那你跟以色列通过气了吗？以色列什么态度？就这意思。这个特朗普说，刚刚同以色列方面通话，以色列对现在的一切感到很满意。这个 CNBC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当局的讨论非常激烈，他仍然希望达成实质性成果，
CNBC 还报道称，特朗普在同一次通话中坚称，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可称为政权更迭。特朗普他又说，以色列将非常高兴伊朗实现停火，并且一再强调是伊朗主动联系他，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对记者说是他们打来的，也就是他们打了电话，不是我打的电话，是他们打的电话。他还声称，美国、伊朗对话完美，已形成协议要点，若顺利将结束冲突。记者就问他，对吧？那这到底跟谁谈？他卖官司，他不说。他说我们与一位我们认为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在谈判。特朗普他又说，小哈梅内伊不算伊朗真正的最高领袖，此人如今下落不明，外界无法确认其是否还健在。特朗普他又说了，不希望现在伊朗的领导人被杀，目前伊朗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接任该职位。3月23日，特朗普在孟菲斯一个安全会议上又在那儿叫侃侃而谈。在这个会议上，他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中取得成果，称美国彻底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158艘军舰全部击沉，海军空军防空系统被消灭。这个特朗普他回忆问这个参谋长这个库珀吧，为何不缴获伊朗的船只？参谋长回答说，沉到海底更有意思，引发现场笑声。特朗普还提到伊朗领导层被连续清除。特朗普说，第一批头目人间蒸发，88人开会选新老大后会全部被清除。第二批88人同样的命运。现在第三批人开会，却无人愿意担任老大，说成为全球罕见没人想干的政治职位。这个特朗普还对比称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危险，但跟伊朗比起来，那简直小巫见大巫。那伊朗的这个老大的位置更危险了。特朗普他又说，美国原本可以炸毁伊朗耗资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发电厂，他认为是他的话起作用了，伊朗害怕了，因此伊朗主动联系了美国，而不是美国主动联系伊朗，因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他说，伊朗政权更迭是必然的，该国就是美国正与伊朗内部一些理智可靠受人尊敬的人接触，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选。特朗普还以委内瑞拉为例，称委内瑞拉代总统与美国的关系非常融洽，希望也能在伊朗找到这样的人选。那有记者就问特朗普，他说那你还派这个海军陆战队去中东干什么呢？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夺岛？大概这意思。然后特朗普就骂这个记者愚蠢，他说我们俩换个位置，我要问你，你会回答吗？47年来，伊朗一直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在全球各地制造死亡。伊朗已同意全面停止所有的铀浓缩活动，包括医疗和民用用途。好了，那这是特朗普的说法，我给大家基本上把特朗普的说法都笼统的介绍了一遍。反正他在这个机场，在记者面前，在什么一个演讲上面、会议上面，在一个他的正向社交上面，反反复复发这些东西。也有很多人指出特朗普逻辑混乱了，前后说的都不一致。鉴于特朗普是这种习惯，他一直就这样，所以没有必要跟他太认真。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伊朗方面、以色列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是怎么说的。首先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了开启对伊朗谈判的努力，探讨了结束对伊朗战争潜在协议的构成要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利用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果，通过达成协议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内塔尼亚胡称，协议将保障美以双方的利益。但是内塔尼亚胡同时他也说，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正在带领以色列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方。内塔尼亚胡说，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伊朗和黎巴嫩发动袭击，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拆除导弹计划和核计划，并继续严厉打击真主党，也就是那个地区代理人。就在几天前，我们又除掉了2名核科学家，而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我们将在任何协议中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简单点说就是你美国和伊朗，你们谈你们的，我炸我的，就这意思。至于这个特朗普有没有跟伊朗在谈成什么样的结果，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表态。但是欧洲媒体报道说，一位以色列内部人士透露，以色列的军方说，我们会谨慎看待此事，保持怀疑态度。现在是美国周一清晨，新一周的交易开始，市场开盘走高，这基本符合预期。那言下之意就是说，特朗普是为了炒股，为了资本市场，操控资本市场，这个意思啊。此前周末有关谈判的报道以及特朗普的最新声明都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一到周末就搞事。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此举是最终步骤。上周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走势，油价下跌也支撑了短期内的乐观情绪。目前看来，他似乎争取到了几天时间，大概到第4周，直到海军陆战队抵达并完成初始部署和组织阶段。什么意思？以色列军方有个消息人士，他认为那特朗普这么搞虚虚实实，一是为了资本市场，第二个为了拖延，要等到海军陆战队82旅、82空降师都部署到位，进入战斗位置，这中间这些谈判都不重要，就这意思。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态度。那我们再看看伊朗人，直接就否认了，给人感觉直接就是打了特朗普的脸。首先是这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日否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美方会谈消息，称有关方面试图在伊朗制造政治和社会裂痕，这是个弥天大谎。这个特朗普虽然没说跟伊朗的谁在谈判，但是以色列这边有人放风说美国正在与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在谈。首先伊朗这个通讯社出来辟谣了，没有这回事，你们是在挑拨离间。那深陷舆论漩涡的卡利巴夫立马跳出来辟谣，否认了。伊朗议长否认与美国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月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与美国谈判。伊朗称美国为操纵市场散布假新闻。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希望彻底惩罚侵略者，让他们感到懊悔。所有伊朗官员都坚定地站在最高领袖人民身后，直到达成这一目标。卡利巴夫强调他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指出，美国散布假新闻是为了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并帮助美国和以色列摆脱他们陷入的泥塘。当然，这个美国媒体他也散布或者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与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进行谈判。以色列的媒体更加添油加醋，还指出了谈判地点。他说，本周晚些时候，伊朗和美国高级官员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会谈。据称，美方代表可能是副总统万斯。伊朗的外交部通过媒体还驻喀布尔，也就是驻阿富汗大使馆等渠道对外放风，宣称我们否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美伊之间正在进行的任何谈判。伊朗拒绝在战争目标实现前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的声明代表着对之前威胁的退缩，是伊朗坚定警告后的结果。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对侵略者仍保持关闭或限制状态，不会改变立场，并称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接触。针对美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伊朗革命卫队前指挥官穆加达姆表示，特朗普在使用欺骗策略，主要目标是控制石油等能源价格。所谓延迟5天期限，暂缓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是为了争取时间让美军抵达该地区，从而控制伊朗的岛屿，就是哈尔科岛。而伊朗的努尔新闻网指出，特朗普关于伊朗谈判的采访主要目的是试图弥补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特朗普的计划是广泛搜集伊朗高级官员的行踪信息，从而为特朗普的谈判策略一旦失效后，可以为其决策做准备。卡利巴夫本人又接受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24号采访，这卡利巴夫说，他说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新闻中的假消息被用于操纵市场。美国媒体多次放风说伊朗正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进行谈判，这是美国的一贯手法，说明美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随时想从伊朗脱身。伊朗最近确实给美国制造了很多麻烦。那伊朗的媒体进一步指出，他说这个特朗普释放美伊谈判假消息，
是为了暗杀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或者是挑拨离间吧。伊朗方面这个真正的官方他表态又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传闻的卡利巴夫，他出面否认，我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不承认，直接打了特朗普的脸。但是这个什么驻喀布尔大使的或者前指挥官说的这些，这是一种态度。那现在伊朗的官方到底谁代表呢？官方啊，代表伊朗政府没有人，所以伊朗的这个外交部啊，新闻发言人巴盖伊大概能代表这个伊朗的官方吧，或者半官方，反正伊朗外交部也没权利，说啥也不重要。但是外交部他说，过去几天我们收到了一些友好国家发来的信息，表明美国请求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我们对这些信息做出了恰当的回应，并符合伊朗的原则立场。回应中，我们发出了必要的警告，指出任何对伊朗重要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强调，任何针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果断、迅速、有效的反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以及结束战争的条件上立场保持不变。通过伊朗外交部的这个说法，这个新闻发言人巴盖伊的说法，那他就没有否认跟美国在谈，他只是强调是由第三方国家为美国捎话带来了话，我们严正的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痛斥了美帝这种侵略行径，他没有否认说我们跟美国在谈。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那就更有意思了。首先，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领导人通了电话。这个佩泽西奇扬暗示伊朗准备重返谈判桌，但谈判有3个条件：伊朗的主权权利、对该国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以及保证此类侵略不再发生。伊朗媒体23日发布消息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双方紧急强调急需缓和波斯湾局势，并就此进行外交斡旋。这个夏巴兹表示，他与佩泽西奇扬就波斯湾地区严峻局势进行了讨论，双方一致认为急需缓和局势，开展对话以及外交斡旋。他同时强调伊斯兰世界保持团结的重要性，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在促进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应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他说，局势本应在昨天就转向政治和外交解决，这是有效化解地区灾难性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我们再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告诉半岛电视台，伊朗和美国通过埃及和土耳其交换了信息，以示友好，缓和紧张局势。就是说，这里面不仅有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和埃及从中这个穿针引线。伊朗的高级官员向半岛电视台还说，他说美国迄今拒绝接受2个基本条件。哪2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支付赔偿和承认对伊朗的侵略行为。那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在结束伊朗冲突的努力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解作用。援引2位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周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调解事宜进行了通话。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好像是这个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美国访问吧，好像特朗普还请他吃饭了，应该是这个人把那个三哥气坏了。印度在巴基斯坦这个陆军参谋长好像现在权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可能这个巴基斯坦正在替美国和伊朗从中斡旋。我看了这么多，咱们综合评价一下。特朗普号称的伊朗正在谈判，并且与伊朗已经达成了15项共识。特朗普所说的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也想达成协议，我们今天就要见面，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只能继续拼命轰炸。特朗普说他就这2天接到伊朗的电话，是伊朗打过来的，伊朗人服了，一听说我要炸他那个100亿美元建的那个电厂，他们吓傻了，打来了求饶电话，就这意思呗。我们跟伊朗的德高望重的一位领导人在沟通，所以说我认为特朗普说的话有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一定是在谈判，有第三方国家在穿针引线，那这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基本上已经能确认，因为佩泽西奇扬给巴基斯坦打了电话。
带话，巴基斯坦这个总参谋长跟特朗普也打了电话，很明显，这都是媒体报道的，应该谈判是真的，但是成果是被特朗普夸大了。特朗普借着这个机会做点文章，也安抚一下市场。毕竟你现在吹那么多没用，你的海军陆战队、你的地面部队还没有部署到位，所以特朗普这个人虚虚实实，把芝麻夸成了西瓜，说达成了15项要点，这个恐怕很多都是夸张的。因为伊朗它有谈判的这个需求，伊朗已经被炸成这样了，就是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个谈判他不能理解的啊，他认为伊朗只要脖子硬就行了。那么伊朗为什么又出来否认呢？又把这个虚虚实实的媒体还有以色列，他们也把这个矛头一指向了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个卡利巴夫立马跳出来辟谣，不要血口喷人，不要给我泼脏水。首先第一个，伊朗不可能承认他在谈判，因为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这个叫国家哀悼日是40天，都还没过，不要说复仇了，你现在就给敌人跪下了，你怎么向伊朗国内的盘盘们，对吧？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么强硬派交代呢？你说是不好听的，哈梅内伊尸骨未寒呢，你这就给敌人跪下了，谁敢承担这责任呢？所以他肯定否认，伊朗否认是对的，坚决不承认，打死也不承认。要谈那是美国谈，求着咱们，对吧？这是第一个。所以伊朗官方的这些表态，通过这些媒体，通过什么前革命卫队，通过驻外大使馆放风，无非就是安抚伊朗国内的盘盘们，不要听美西方那媒体造谣，我们可没有主动谈判，是他们跪着求我们不要挨打了，我们就愿意挨打，累死他，就这意思。卡利巴夫肯定第一个跳出来辟谣。你如果说卡利巴夫在谈判，跟美国谈判，那卡利巴夫不就成了伊朗的李鸿章了吗？你那还了得？所以伊朗的媒体都说了，你这是个阴谋，你是想害死卡利巴夫，你要制造分裂。这个卡利巴夫是个强硬派，他以前应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头，后来竞选过总统没竞选上，这哥们就是天天放炮，所以他第一个跳出来不能忍，一点都忍不了，立马出来说不要血口喷人，我可没有跟特朗普谈判，我们要打到底。这是卡利巴夫。所以说这以色列人也坏，还有这个媒体，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说是卡利巴夫，这点特朗普是卖官司故弄玄虚，他不说，完了之后以色列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把手一指到卡利巴夫，那卡利巴夫你就得自证清白，你这是投降派，卡利巴夫在伊朗国内怎么混呢？所以说他第一个跳出来自证清白，否认。我推测啊，这背后跟美国谈判的应该是佩泽西奇扬，因为他又是给俄罗斯打电话，又是给巴基斯坦打电话，那出于保护，那特朗普肯定不能说这是佩泽西奇扬在跟我们谈判，那佩泽西奇扬更在伊朗干不下去了。本来这个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就是边缘人物啊，没什么实权，所以这是我个人对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一个看法。谈判肯定是有的，伊朗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特朗普是绝对要夸大的，这是他的战果。那最后的穿针引线就是巴基斯坦，伊朗方面的负责谈判的就是佩泽西奇扬，但是这一切目前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大家也能知道对吧？佩泽西奇扬在国内说话也不算数，他只能是缓和一下，表达一种愿望。在特朗普的和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佩泽西奇扬就是伊朗的罗德里格斯，这是我一再强调的。既然谈判没用，那为什么炒得这么热呢？就是特朗普想利用这个稳定一下市场，要不然这一周资本市场这动荡，特朗普也受不了，我们大 A 的很多人也受不了，是吧？那这胡锡进老师就更恨特朗普了。到了周六，对不对？等到美军部署到位，这中间看出什么状况。至于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大家也知道，伊朗实际上他没这个能力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什么管控，他只能是恐吓，导致什么？导致保险公司不承保，那些运油的那些船东、那些航运公司，他就不敢走。船员没有保险，谁敢去？万一被无人机炸了，或者水雷，或者什么，没人管。据说有印度的几艘油轮已经冲过去了，受不了了，你知道吧？冲过去就过去了。他主要是恐吓，所以特朗普又说了，又放话，他说今后谁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记者问他，特朗普说可能是共同控制。记者说共同，那由谁控制呢？特朗普说啊，也许是我。他说我和阿亚图拉，不管谁是阿亚图拉，也就是说我和伊朗的领袖一起控制，不管伊朗的这个领袖是谁。但是特朗普认为，无论伊朗有没有阿亚图拉，伊朗的政权已经更迭了。
这个我也认可的。也就是你想一想，你这个教士集团实际上是反美是他的标签，是他的立国之本。如果你要跟特朗普合作了，不反美了，你就是政权更迭，是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各方关于特朗普说的美国伊朗的谈判的事情。鉴于大家对特朗普的不信任，特朗普说话朝三暮四、颠三倒四的，我们也继续关注。我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条件不成熟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伊朗国内这个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没有完全垮掉，也就是权力并没有向佩泽西奇扬这儿转移，或者是伊朗国内并没有全面的认清形势，说倒向佩泽西奇扬。佩泽西奇扬被大家拱出来了当老大，或者是事实上的老大，那个纸片人穆吉塔巴把眼镜管一拔就完了，别抢救了呗，那不是植物人吗？所以这一步还没到，如果哪一天这一步一到，那基本上伊朗的事情就结束了。所以现在看什么时候给哈梅内二、穆吉塔巴把这眼镜管一拔，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